新闻头起先来看，今仔日有台独团体台湾国的人，今仔日下晡去到中正纪念堂，要用漆弹写蒋介石的动伤，当场互警卫甲压制。这嘛引起大家搁再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的问题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要赶紧来推动转型正义。拆除铜像，转型正义。独派团体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也赤大穿包括红龙，伫从蒋介石当上受要射击，边爱警卫甲驻守宪兵随向前，互宪兵包围，最后防阻止压制伫涂骹。辖区中正一分局协报告场处理，将人带回仁爱派出所。陈明涉及戒端滋扰及污损公共场所等行为，讯后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裁处。警方强调，专案以社会化裁处。那台湾国长期不满蒋介石当上也袂听，也发声明向蔡政府发声，量早落实转型正义。最近起违宽化，移除蒋公当上顶，有关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也受到民众高度关注。不认同，我100分都不认同，在撕裂我们台湾了。表达自己的立场，不是用这种方式表达，有点不理性啊。外界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进度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行政院已经成立中正堂转型专案小组，由副院长陈文灿担任主持人，会量早完成转型正义。透过呢政府与民间的这个持续的讨论呢，让这个转型正义能够推动，可以去除这一个威权的象征，然后弭平这个社会的伤痕，来重建社会的复兴。陈建仁也强调，民主时代应该以去个人崇拜、去违权化为基本走向，已经是社会普遍的共识。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规划需要政府甲民间协力推动。新城建议记者综合报道。